21首，祝你无所不在。这旋律，咱手头有摕信息的影一下，对倒位来的？哎，没人拿。哪里？加纳是哪里？哦，非洲诶。好，咱今日会较无平常咱惯习迄个旋律来回应信息。咱来做伙来思想太阳主无所不在，全世界无人通甲主相比。咱若是看谱吼，有反复，所以第一段唱两改，第二段唱两改，咱做伙来听。预备，来。主你无所不在，光主你无所不在，主你无所不在，光主你无所不在，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，主你无所。我来问者，你对这首信息阁有印象的，请下一个手。好，以后咱吼，你看到是这头前拢有印象的，好，所以咱有可能这个当时照这个速度过来一遍哦。第一站，第一节哦，预备，来。主你无所不在，光主你无所不在，主你无所不在，光主你无所不在，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，主你无所。信息265首，信息第265首，咱着敬拜主上帝。这首信息咱转来到台湾的旋律，哈，是阿美族
的旋律吼，咱着敬拜主上帝。咱苏琴老师弹一个音，就是教咱考试啦，拢无要互恁听好啦，要去做预备，来。咱着敬拜主上帝，咱着敬拜主上帝，伊是要基督，着伊更新，感谢伊心的，因为伊多主我都因我无所。好，有唱过的举手。有点忘记的感觉吼。这两首拢有唱过啦，吼，因为搁较久无唱过，小可袂记起，所以嘛只会当唱差不多迄个速度无袂赴吼。好，预备，第一站搁来一遍咯，预备，来。咱就敬拜主上帝，咱就敬拜主上帝，伊是要基督，将伊更新，感谢伊心的，因为伊多主。第一站，咱就敬拜主上帝，咱就呼求主上帝，就欢喜主歌，将青山求咱的救赎，万古公主上帝基督。好，这旋律中间吼，有个所在较无音，有啥物？一个字两个音足紧的吼，敢若小可唱袂赴吼。因为搁头拄已经有够慢啊，搁慢会停落啊，所以咱搁来试看觅哦。第一节，好，第一站预备，来。咱就敬拜主上帝，咱就敬拜主上帝，伊是要基督，将伊更新，感谢伊心的，因为伊多主爱高永远无所。咱就呼求主上帝，咱就呼求主上帝，就欢喜主歌，将青山求咱的救赎，万古公主上帝基督。第二站，搁一遍哦，第二站。咱就呼求主上帝，咱就呼求主上帝，就欢喜主歌，将青山求咱的救赎，万古公主上帝基督。这是请咱安静心，准备参与再去写礼拜。今仔日的礼拜，着趁上主找袂着的时，找求伊；趁伊伫身边的时，求叫伊。邪恶的人着弃杀因的道路，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，因着归向上主，因会怜悯因，着归向咱的上帝，伊会宽宏赦免因。
圣诗第265首，咱着敬拜上帝，咱着敬拜上帝，请起立并全首。兄弟友啊，兄弟，咱做阵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请我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，一切有看见无看见，万物主，我信独一的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伊对一切世代以前对地是的，对上帝是的上帝，对天是的天。对信心是的信心，是的，不是属的，甲被同一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伊着咱人来，着咱来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信心着在切度玛利亚出世，最后，温柔比拉多领来，咱天是的，受咱来做，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，我上天，现在第2杯的正面，在伫顶光在人来生活，谈到时候，国无量无尽，我信守事万妙的主圣神，对爸甲囝出，甲爸囝同受敬拜，同受荣光，伊捌靠神理讲话，愿信一个共同属道的教会，愿告别一个会下罪世个，愿希望希望对我来世的荣耀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第42篇，也是以赛亚书第11章，请显着，咱做伙来启应。野西的老树头的布影，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，计划甲勇气的神，因为上主是伊的欢喜，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。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，伊要用裁决做棍攻迫害者，伊要用公义治理，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。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，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，狮会亲像牛食草，正年的婴会伫蛇的空口佚佗。伫我圣山的逐所在。因为对上主的日漫会普及全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每一天你拢用恩典来扶持阮，用怜悯来保守阮的性命、家庭、教会的工课，保守阮有健康的身体。阮所领受的一切，拢是对你来的。
阮献上感谢，阮将一切的荣光、权能拢归乎你。主啊，这是阮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，你赦免阮伫咧心思、言语，也是行做所犯的过失。有时阮无专心倚靠你，有时丢除无相信你的安排，无活出主你所意爱的款式。求主你赦免，赏赐阮清气的心，互阮搁一摆经验着主的疼。求主圣神大大充满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刻木主你的话，坚固阮的信心。无论是好天也是歹天，阮拢会倚靠你，跟对你。求主你赐福阮的教会，祝福牧师、长职、同工，甲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有智慧、有能力，为着教会刷落来暑假的活动，拢有主的引带甲看顾。下半年度的时间，求主来带领。阮也将今仔日的礼拜拢交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保守同在。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出埃及记11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我要搁讲一个灾难，互埃及王甲埃及。后来伊才会放恁离开遮。伊放恁离开的时，会逼恁赶紧对遮出去。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无论男女，逐个人拢着对因的厝边讨金器、银器。上主互以色列人得到埃及人的好款待。”佮摩西即个人伫埃及地，嘛受埃及王的人神甲人民看做伟大。摩西讲：“上主安尼讲，下昏暗半暝，我要伫埃及地行透透。所有埃及地的大囝，对坐王位的埃及王，到下磨的女婢的大囝，以及拢总头上生的精生，拢会死。埃及全地要有哀伤啼哭的声，以前毋捌有，将来嘛袂阁有。毋过伫以色列的地区会真平静，连狗仔拢袂甲人也是精生肥。安尼要互恁知，上主有分别埃及人甲以色列人。你所有的人神要来见我，拍伫我的面前，讲：拜托你。甲军队你的人民拢离开，后来我才要离开。讲煞，摩西气噗噗离开埃及王出去。上主捌对摩西讲：埃及王袂听你的话，所以我要伫埃及地行搁较侪的神业。摩西甲阿伦伫埃及王的面前行这一切技术，毋过上主互埃及王心硬。毋放以色列人离开伊的地。圣经以上，学乐圣歌队要学乐的诗歌是一首平安的祝福。
正道，请妇人牧师来正道。正道的题目是最后的警告。国家是毋是后来变做一个霸权？这个国家是毋是已经成做咱爱知影所有的帝国、所有的霸权有一个可怕的所在？所以，咱确实爱为着这个国家来祈祷，上是关心这个国家，因为这个国家甲咱其实有真深的关系。虽然搁那远远，甲咱差真远，随上共款，所有的帝国就是霸权，其实拢有伊迄个起头。当时美国这个国家确实是用这种上帝创造所有的人，因为安尼，人拢应该受到尊重甲敬重这款的精神来开始的。因为安尼，咱爱好好为着这个国家是毋是真做霸权来祈祷，求上帝怜悯，因为因所做伫历史顶头。美国已经有做侪错误的代志啊！就亲像我昨看一个纪录片，因牵伫越南的炸弹，到今仔日，搁咧一块一块来清除，听有意思无？遐牵落了无爆炸，有计至少爱超过10吨以上，较清会了。因爱一块一块、一粒一粒来清除，然后伫越南现在，阁有人逐冬，阁有人因为这个拄着迄个未爆弹来死亡的事件。这个是这个帝国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想法，想讲我安尼会当改变，总是。敢有法度？所以，确实，咱来为着美国这个国家来关心甲祈祷，咱也爱用着这种真正求上帝福音，会当有彼此真正受祝福、彼此尊重的这款的心态来互相祈祷合着。所以，愿上帝帮咱夫妻，互咱虽然活伫这个世界。看起来，当然美国伫今仔日有真侪人在庆祝，总是更加要紧的是，假使这个庆祝会当互因了解家己是啥物货，不过是上帝所创造的而已。那安尼，会当较平常心来看待这一切。愿上帝的所赏赐的真正平安，就来到咱所有的人身躯顶头。所以我要邀请你，现在甲你附近的兄弟姊妹，甲伊讲平安，真欢喜会当甲你做伙敬拜上帝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互阮
会当活伫这个世代。主求你的话，提醒阮，帮助阮，使阮真正的平安。也求上帝赏赐，因为你逐世代拢提出警告，求主帮助阮，会当伫你的警告进前就回心转意，帮助阮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出埃及记第7章第5节，当耶和华安尼讲，伊讲：当我伸手攻击埃及带以色列人对因中间出来时，埃及人就会知我是上主。当上帝讲即句话了后，迄个词名就真清楚啊。虽然法老自认伊家己是神，总是伊看到尾嘛是人尔。人免怎甲全能的上主来对抗咧？无法度。总是即场的对决目的，毋是杀赢法老以及伊的帝国。实际上，上帝嘛毋是另外一个压制者。就亲像历史顶头有一位真出名的哲学家叫做黑格尔，伊讲。伊读出来记读了，然后伊讲啥物话？伊讲吼，迄个就是法老的担摕掉，只是换上帝的担而已。这当然，即句话甲伊所伫的迄个当时封闭的宗教体系有关系。总是事实上，法老甲伊的帝国上。顶一套人类历史顶头重复出现的政治管理体系，就是用恐怖统治压迫人民来成就少数人的政治野心甲梦想。这其实就是出埃及记的上帝要对抗的。透过这条路上尾，伊要实现的，就是先知甲启示录所启示所展现终极的公义。所以，信者技术毋那要打击法老，搁较要刑罚遐进行种族灭绝的独裁者。总是现代的读者免不了会家己问，就亲像咱大多咧读这段经在共款，免不了会问：安尼敢有公平？免不了哦。点讲上帝点无详时关心遐个伫帝国体制下面受苦的埃及人吗？为了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出埃及，伫现代人的眼中，可亲像过头的神圣的目的，因为拯救甲征服，就亲像一个故事的两面，全部拢透过目的，就亲像咱所读到的新约同款，为着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用无差别的杀害目的来完成，敢毋是安尼？对嘛？吼，咱都读到就是安尼。那安尼这才是上帝的公义，特别这若出对上帝，这才是上帝的公义。这是强调公义人品的希伯来圣经传统。就亲像咱大多所读到的迄个启应文，咱大多有读到启应文嘛吼？迄希伯来圣经的传统，平安，以及主耶稣教示的迄个模样，甲伊的款式，一个极强烈的道德挑战。实际上，
我要坦白大家讲，这个问题真歹回答。因为伫旧约内底，咱会一直读到即款类型的故事。咱若有认真读圣经就知，伫旧约内底，咱就一直来读到。总是每一个故事，每一个讲话，其实拢有伊的时代背景甲原因。咱做现代，我无法度解读，就是回答所有的问题。总是咱应该伫内底去发现上帝的本质，就亲像咱这个时阵读到的出来记的上帝同款，咱爱对中去发现到。什么是咱所相信的上帝？出埃及记第11章的第1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我要搁讲一个灾难，予埃及王甲埃及，后来伊才会放恁离开这。伊放恁离开的时，会逼恁赶紧对这出去。咱读到在章的第1节，迄个灾难，出埃及记原文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，然后伫利未记出现的时阵，通常拢指破病，所以检测咱会当安尼解读，上尾的这个灾难是互大囝破病到死。是互遮个所有的大囝破病到死。当这个灾发生的时，原文直接翻译是伊放手的时，伊放恁离开的时，原文其实是伊放手的时，一定会逼恁全部离开遮。这是上帝上尾的宣告。出埃及记第11章第2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无论男女，逐个人拢着对因的厝边讨金器、银器。咱爱知影这项代志，早伫上帝呼召摩西的时阵，上帝就安尼对伊讲，这项代志一定会发生。出埃及记第3章21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要予埃及人好款待这个人民，袂予因空手离开。上帝知影以色列人伫埃及地做苦工40年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袂空手离开的原因就是这，因为做工的一定会得到工价。总是更较要紧的是，当因离开的时阵，会得到尊严甲敬重。出埃及记第11章第3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予以色列人得到埃及人的好款待，佮摩西这个人伫埃及地嘛受埃及王的人神甲人民看做伟大。所以，毋但以色列人，摩西搁较会伫埃及人的面前看做大。那安尼，以色列人有做啥无？伊做苦工尔嘛，对无？得到工价已经是有够额。看做重的原因，毋是因本身，包括摩西也共款，毋是因本身。虽然人看这个人改成看起来真厉害。总是毋是哦，毋是因本身，是因为上帝。出埃及记第11章第4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下昏暗半暝，我要伫埃及地行透透。现代中译本来翻译做摩西对埃及王讲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大部分的学者是安尼认为，这段经过是摩西甲法老彼此
放话了，法律讲，我搁看你这边，你会死，对无？就是出埃及记第10章第28、29、29节。所以摩西伫这个时阵，当伊活当心要离开进前，上尾法老的经过，听有意思无？是伫迄个情景发生的吼。摩西活当心离开，伊讲既然过去发生伫埃及的事件，你拢无看伫眼中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头前9个事件、9个灾难发生伫埃及，甲你身躯顶头，你看无看眼中，像是搁放话要治阮的命。那安尼，上帝今仔日暗时会来到埃及的中。出埃及记第1章第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有埃及地的大囝对坐王位的埃及王，到下磨的女婢的大囝，以及拢总头上生的精生，拢会死。咱来知影，伫古早时代，大囝有上要紧的继承权。上帝是安尼宣告，讲上尊贵的、到上卑贱的，拢会死，甚至精死嘛会死。这表示一项代志，这表示埃及这个社会要受审判。这表示总是确实无毋对，这是无差别的目的。伫遐尼多古早文明内底，古埃及人其实对死后的世界上迷，所以其实咱会当对这项代志，就是叫做这项代志叫做死亡之册。这款的壮丽的册顶头吼，看会出来。一开始，这项代志只有用伫法老后来普及，成做古埃及人的文化礼俗。什么货是死亡之书？是每一个人拢无共款哦吼。看伊有偌侪钱，伊也好野，也是身份真悬，伊就会当摕到上好的迄种。所以每一个人无啥共款。死亡的之册是互照因的传说，就是互死者前往阴间的路人用迄个咒语，也是符号来保护家己。简单来讲，所以毋知每一个人无共，因为每一个人需要无共。然后伫上尾审判的时阵，会当有适合的回应。伫古埃及，一个人死了后，祭司会将人除了心脏以外的器官摕出来，拿做正做咱今仔看到的叫做木乃伊。是安那只有保留心，因为因认为一个人的情感、记忆甲智力拢集中伫心。现在对1888年开始收藏伫大英博物馆上出名的公国这个馆的收藏之一，叫做《死亡之册》，就是一位伫公元前13世纪古埃及底比斯的文士，叫做阿尼。然后这个册顶头是安尼写，伊讲伊伫这个死了后，伫迄个死亡的路顶头经历过42个死者法官，上尾来到审判的天平，一边就放一支毛，叫做马特。这个马特其实是正义甲真理的女神的毛，另外一边就放伊的心。伊的心爱比这支毛较重，才会通过这个考试。
听有意思啊吼！伊的心表示讲，伊是好人啊，歹人啊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伊若是好人，比即支毛，比真理甲正义的女神的毛较重，伊就通过这个审判。啊，若无通过咧，伊的心会互人，互一只怪物食掉。若有通过，伊就会当看到阴间的神，叫做欧西里斯。Osiris， 神学家认为，对埃及大囝死亡的警告，就是上帝咧攻击埃及阴间的神 Osiris， 因为上帝才是迄位掌管生死的上帝。随上出埃及记一开始。伫第1章16节到22节，甲22节的所在，法老下命令要杀死以色列生出来所有的查甫婴，所以法老等于是颁布一条灭族的命令，总是上帝去看这个查甫婴是伊的囝，因为安尼，这叫做上帝用喙齿陪喙齿的方式。出埃及记1章第6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埃及全地要有哀伤啼哭的声，以前毋捌有，将来嘛袂阁有。神学家所例安尼讲，伊讲就亲像进前以色列人伫遐无助大哭，因的囝、因的查甫婴受伤害。但轮到埃及甲帝国要哀伤啼哭。出埃及记1章第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，伫以色列人的地区会真平静，连狗仔都袂甲人，也是真生悲。安尼要互恁知，上主有分别埃及人甲以色列人。只有以色列人伫因中间会种到连狗仔拢袂摇伊的指，迄个原文是安尼吼，摇伊的指，狗仔摇伊的指吼。这表示上帝有所分别。我相信饲过狗的人拢知，因绝对会吠，不管安怎，啥物代志拢会小可吠者。所以这叫做文学顶头的对比。埃及人伫遐啼哭，然后以色列人真平静。有神学家，这嘛是香港的神学家认为，狗仔互古早时的华人甲埃及人，拢看做是卑贱的动物，所以这检采有另外一个意思。是将埃及人看做狗仔，表示埃及人毋敢阁向以色列人讲任何不敬的话。出埃及记1章第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所有的人神要来见我，趴伫我的面前讲，拜托你甲军队你的人民拢离开，后来我才要离开。讲煞，摩西去噗噗离开埃及王出去。你第一句真特别的讲法吼，去噗噗离开来出去。法老上尾会放话讲，我若阁见你一面，你就会死。这就是摩西对伊的回敬。我为了救你，是你的人神要来救我，因甚至会用拍败的方式，所以拍伫我的面前，拍败的方式，跪伫地面上来求。神学家认为，因为埃及这个人神，埃及王的人神中间大部分有一群叫做祭司，所以神学家讲这嘛是暗指是
埃及的祭司制度的规个拢无去。等待上尾迄载来临的时，迄时毋是你做主讲话，是听上帝的决定。那安尼到迄个时阵，我才有要离开。出埃及记第11章第9节，刷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捌对摩西讲：埃及王袂听你的话，所以我要伫埃及地行搁较侪的新约。伫遮咱检查会当来想看卖啊，新约才有法度改变人。咱看到一项真特别的技术，就是有真侪号称的异地人的特会，请问这个新约技术才有法度改变人？对出来自己的讲话来讲，新约技术亲像 A， 嘛亲像 B， 因为法老甲埃及爱到上尾经过真正来临的时，因才觉悟，才做出改变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当人对上帝所做的代志，因为伊的怜悯来变做心意，毋愿用行动来回应的时阵，总是上帝的话对咱讲，伊有缘咧做工，伊有缘要行更较侪的事件，互人来认捌伊。更较侪的事件，咱今仔日翻译做新约。某一个部分已经认定，这叫做上帝的作为，听有意思无？当人若认得出，这个事件内底是上帝的作为，那安尼迄叫做新约。啊无，咱只是想讲，这着迄个人做的，这嘛是迄个人做的，迄拢人，迄是人的作为，无叫做新约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爱好好认出，到底上帝伫咱生命中所做的这个作为，遐个检测，因为真侪人会来分做，这叫做主人，这叫做超主人。其实毋是哦，基督徒无咧分这个代志哦，基督徒看的是，这拢是上帝作为。总是你认得出来呗？这拢是上帝作为，总是请问你当认得出来？你当因为这个事件发生，感觉上帝怜悯，互你搁留地，所以你就信的吗？总是上帝，既然是活我的上帝，伊就继续咧做工。伊会行更较侪代志，互咱来认捌伊。出埃及记第11章第1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甲亚伦伫埃及王的面前行这一切奇事，毋顾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，毋放以色列人离开伊的地。布鲁格曼这位拄过身的神学家安尼讲，伊讲埃及是安怎会失去伊的能力，是因为伊毋信应允。埃及就亲像所有的帝国共款，因相信家己已经得到，嘛有一切。咱甲帝国上接近的所在，就伫这个所在，因为咱可能会感觉我已经得到，我嘛有啊，所以会因为安尼，咱会无相信任何新的未来。咱只有相信旧的代志，
然后对这旧的代志组合变做新的物件，就亲像今仔日的 AI 共款。我之前已经有讲过，其实 AI 就是真厉害的 copy， 真厉害的复制啦吼，复制。就亲像我昨昏伫祈祷会顶头有讲过，我讲过去咱拢追求标准答案，今仔日的 AI 会互现代的囡仔真紧的标准答案。那安尼，现代咱要哪教育咱的下一代？这其实就是咱这个世代会拄到的挑战。事实上，这嘛是先知的工作。摩西甲阿伦要行的新约，行的代志是要互埃及甲帝国知影，真正的溃力甲关联是上帝。若要找到新的未来，就要看见伫这个代志背后，迄个咱看袂见的上帝。咱要学会晓捌伊甲伊的心意，若无放手，灾难就要到。当埃及甲家家户户出现真正毋捌出现过的啼哭，那安尼迄时后悔嘛袂赴。所以，咱爱会记得找到这项代志。上帝就是迄位为咱的上帝。布鲁格曼认为，上帝互埃及王心意伫出埃及记中福一直出现，这是上帝要结束帝国的一种特殊的方式，更加是上帝在表达伊爱人得到自由奇妙的路径。这款的表达比咱会当理解的更较多，所以其实咱真歹理解，总是比咱会当理解的更较多。无论怎样，上帝的工作其实对两面来开展。上帝工作对两面来开展，一方面，绝望的人无法度想象全新的世界，也无相信歹有结束的迄天。伫黑暗掌管的下面，更较无法度想象未来。总是另外一方面，就是有遮尔暗的黑暗，上帝拢在做工，就是伫上暗的黑暗暝，上帝拢在做工。只要是上帝的百姓，就会渴望了解认捌这位伫黑暗中、死亡中掌管的上帝。上帝子民会因为安尼来理解，迄位家己掠做伊掌握一切的法老，因所毋知的。然后以色列人毋知的是，当因开始向上帝祈求的时，上帝面早就因当越。然后到什么时阵，上帝百姓才当对上帝呢？直到上帝的子民明白，伫黑暗中会当倚靠的，毋是法老，比迄个虚假光明统治者更较有气力的是上帝。因才慢慢开始相信这个新的应允。布鲁格曼指出，其实出埃及记第11章第7节所讲的故事，是一个也未经过证明的记忆，也是一个大胆的宣告。摩西带极大的热情甲气力，徛到失败者甲辩论者迄边，伊宣布帝国
要依靠上帝主名，要得到平安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就叫做福音。因为上帝就是迄位为着咱的上帝。埃及甲伊的帝国所拜的神，无为着任何人来存在。迄个帝国，伊期待的是维持现况，伊期待的是对顶头落来的治理。然后因所拜的神，无问世间人的代志，对所有的代志，只是单一个而已。拢咧讨论，毋是现况的代志。对每一个人民，其实有差别的待遇。总是上帝甲伊的先知颠倒变，上帝会为咱，伊因为安尼来，所以既然上帝的百姓就会认出，这原来这就是伊所做。当咱认出这是伊所做，就代表这是新约，因为这是上帝要对咱的记号。因为安尼，咱就对遐开始展开咱生命的改变。彼得后书第3章第90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有人想讲，主恩慈伊答应要做的事，其实伊毋是在恩慈，是在用忍忍，无爱有人灭亡，爱逐个人拢悔改。上帝的容忍，不只是对伊的百姓嘛，包括法老甲埃及，总是甲所有的代志共款。所有拢有时间限定，所有的代志其实伫这个世间上拢有时间限定。因为上帝不止怜悯，伊也是公义的主。做伙来祈祷，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影阮较是软者，最时阵，阮会掠做家己真厚，直到阮忽略你所做的代志。当你要做的代志，互阮认出来了后，主求你帮助阮，爱真正求讨赦免，帮助阮，互阮知，这是你爱阮做出改变的时。求上帝帮助阮，引带阮，互阮伫时间限定的内底，阮好好活出上帝你爱阮所活、爱阮所讲的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。正是圣诗第21首，主你无所不在，主你无所不在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主你无所不在，我主你无所不在，主你无所不在，我主你无所不在。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，主你无所不在，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，主你无所
不在，主你听他无限，我主你听他无限，主你听他无限，我主你听他无限。全世界无人听阮亲像你，主你听他无限。全世界无人听阮亲像你，主你听他无限。主你念你奥妙，我主你念你奥妙，主你念你奥妙，我主你念你奥妙。全世界无人会完全明白，主你念你奥妙。全世界无人会完全明白，主你念你奥妙。主你有大观念，我主你有大观念，主你有大观念，我主你有大观念。全世界无人有亏咱也你，主你有大观念。全世界无人有亏咱也你，主你有大观念。请坐，奉献，请博言执事甲宜亨执事来书献。请起立，因奉献时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这边听你的话语，能够享受你的福分。我们现在献上微薄的金钱，求你悦纳，能够在你的圣工上面将这些钱用在你所喜欢的地方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报告之前，咱先来读本周的金句。伫个周报头一页，有人想讲主恩慈，伊答应要做事，
其实伊毋是咧演池，是咧量润恁。无爱有人灭亡，爱逐个人拢悔改。彼得后书第3章9节，请。有人想讲主恩慈，伊答应要做事，其实伊毋是伫恩慈，是伫用忍忍，无爱有人灭亡，爱逐个人拢悔改。彼得后书3章9节。有人想讲主恩慈，伊答应要做事，其实伊毋是伫恩慈，是伫用忍忍。无爱有人灭亡，爱逐个人拢悔改。彼得后书3章9节。请咱大家掀开周报。周报第一页是有周间聚会，甲咱家己的服饰表，请兄弟踊跃参加。第二页嘛有聚会表，请大家看你家己会使的时间。佮第二页下骹有奉献的明细，若有订单，请问办公室。周报第3页，今仔日是7月份，7月份1月的中节是长老是陈建州长老，执事陈怡亨跟黄腾义执事。中昼12点半，行政部有会议，请同工爱会记得参加。中昼12点半，伫个主日学有会议，伫个高楼，请老师甲同工会记得参加。下主日有7月份的中职会，佮有小会，请咱中职爱会记的。下礼拜吴佩慈牧师要去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，到洪恩教会请安，请咱大家爱会记得替伊代祷。小会公告，2026年的临时和会中一个选举，这下骹咱大家详细看。其他咱请牧师补充报告。我来补充报告几项吼。头一项，咱来介绍今仔日新来到咱中间的人客徐慧珍、詹淑华姐妹啦吼。那咱请因徛起来，互咱来熟悉，然后欢迎他们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哈，请坐。另外是翠萍姐的查某囝，甲主德长老的查某囝吼，小佩对加拿大回来吼，咱欢迎伊吼，来，请坐，请坐哈，请坐。咱事后哈哥来介绍就好吼。我伫遮补充报告几项，头一项是今仔日咱开始要有选。这是咱教会真特别设计的过程吼，就是毋望咱到时阵10月份，咱临时和会要选中职的时阵会当较顺序，所以对今仔日开始，咱会当有一个有选，所以这回长老要选3位，然后这次要选5位，所以请咱就先有选，然后选票就伫外口，所以要邀请咱大家吼。这个选吼，会当一直，咱会当好好考虑啊吼，然后填了的来投票，不要紧吼，就直接投，就使吼，一直到8月9号，好不好？好，就邀请咱这个有选其实毋望本来随上教会的选举就甲外口无啥共款，教会选举是一个信徒用基督的心来选出。听有意思吼，然后推荐人吼，简单来讲是推荐人来担任圣职，所以请咱用基督的心，无干涉到任何外口的这选举的内容，这是头一项。第二项是要达个会室咧，就是书记的活动内底有一项，就是咱本来预定伫8月1号到8月2号有一个韩国所有长老教会的青年。因要来带咱的野队，总是后来伫因的教会发现有活动需要因支援，所以因就临时来取消这个青年的野队。所以我知影话已经有青年来报名这个青年的野队，详时因咱来知影这个青年拢是因家己的钱，就是家己的钱来台湾。毋望会当帮助台湾青年，所以咱嘛袂当要求上侪讲你一定爱来安怎，你有答应愿啦吼。所以请咱为着这个代志祈祷，检测有机会伫明年的暑假寒假啦吼，
检菜因阁有另外一队有可能会来，所以不管安怎，所以要请咱为大家来，甲大家会室内以外，就是有报名的，请咱大家会其实对韩国的首尔长老教会集团青年野队会出席，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。互这个愿意伫暑假中间拨出家己的时间甲金钱，会当为上帝做工的所有的少年人，会当伫这个过程内底，拢享受到上帝所赏赐的祝福。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嘛，特别为着对昨昏昨日开始，就伫咱教会开始入来的青年，这青年。开始咧准备后礼拜，刷来即礼拜会伫咱教会拜三开始，伫咱教会开始的合贵学校，一直到礼拜日，所以咱伫后礼拜礼拜日内底，咱会看到因即群青年带遮个囡仔，伫咱中间有应该是有引舞的展现哈，大会舞啦吼，大会舞的展现啦吼，这伫咱后礼拜的礼拜中。会呈现出来，所以上次这囡仔介绍嘛会有可能会献唱吼，这到时阵咱就知影吼。所以刷落去，阁有暑期的音乐营，就是刷来这2礼拜拢真热热，然后特别提醒咱家属来使来报名7月18号中昼开始的韩国日，所以对这个水云路长老教会是。这个教会42区是专门为着台湾祈祷的，所以咱会当为着因来到遮，然后带韩国日来祈祷。咱到时阵会用4楼的礼拜堂，因会伫这个所在来演出，一直到下晡的3点，因就会离开吼。所以迄天的中昼会到下晡啦吼。所以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，为着咱暑期的活动来祈祷，为着这个少年囡仔来祈祷。愿上帝帮咱扶持。对，另外一项就是音乐营，假使咱7月14到7月18音乐营，这个时间日时咱时间会拄好，要邀请咱大家，假使来会使，有人会当来帮忙音控加摄影啦吼。所以假使咱有这个能力，会使来斗相共。是甚至想讲要来学，嘛会使欢迎来报名。愿上帝帮咱扶持，甲咱做伙伫地。上尾嘛有一个歹势，就是有当时生日祝贺的时阵，敲无电话，或是我嘛无啥可能，逐日规工拢咧敲吼，做歹势，所以有的人有可能接袂着，有的人有可能迄天拄好阮外出，或是有特别的服侍。所以，阮会无伫个特别无用，所以有当时会疏忽，所以伫遮嘛，甲大家会室内，总是愿上帝帮咱扶持，因为透过安尼，其实咱要纪念的是上帝掌管一切，伊掌管生嘛掌管死，所以帮助咱，互咱每一个人的生会当记得，互咱知影，其实上帝拢甲咱做伙伫地。上扬圣诗386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敬拜上帝，每家相信。阿拉三位的上帝，尊名流传地高万世。阿门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会疼痛，圣神会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。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。
请坐。祝歌。田甲白岛。平安礼，请兄弟互相请安问好。